感谢主的引带，互咱今仔日会当教会来敬拜。咱要专心来敬拜上帝。伫咱要做礼拜的代先，请咱献开信息274首，274首。
我的心神啊，你爱侮辱耶和华，凡伫我内面的，嘛爱侮辱伊的性命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爱侮辱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哩伊一切恩惠。圣诗第274首，圣诗第274首，求主施大恩，会众请起哩来吟全首。即时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大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即是咱来交读启文，启文第10篇，伫圣诗后壁面第14啊。我来摕恁来意。我捌吞论听候耶和华，伊对空囝的含坑，对土壁中空我起来。
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。侪人要看见伊来行位。独独我靠耶和华。伊去偏远负假的人。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袂会对你排列。做事甲礼物，你无欢喜。迄时我讲，你看我来了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谈。咱同心下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予阮一个好的天气，带了阮全家来到教会来敬拜你。虽然早起拄着一寡小小的问题，但是主啊，阮满心的感谢你，赐予总哥一个聪明的智慧，来予阮顺利的入来你的殿堂。主啊，我嘛感谢你，伫即个礼拜中间的保守甲看顾，予阮的生活一切拢会当得到平安甲顺利。阮也知影，伫即个忙乱甲不安的社会中，阮大家会来常常的迷失家己。无论是行为还是言语，拢会来离开你的心意。而且有时阮倚靠家己，坐伫倚靠你，追求即个世界，坐伫找你的国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错误，互阮的心搁一摆来归向你，仰望你。主啊，求你怜悯这地上的百姓，求你互受战争灾难的人得到扶持。求主看顾保护遐无辜的人，互公义甲和平会当搁临盖即个全世界。即时，阮要将一切挂虑的事交托伫你的手中，规日挂念阮，求你的圣灵充满阮，陪伴阮的心，互阮等一个所领受的圣经话语，拢会当立在阮的心中，成做阮生命的能力。互你的话语成做阮骹前的灯，路中的光。主啊，求你看顾阮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的礼拜一切拢会当顺利。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受尊崇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学老，咱请圣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是一切拢为着听。学老的歌词就播后壁面有，若有需要的会当并过来看。
圣歌队所献的诗歌，成为上帝所欢喜的祭，而且也陪伴咱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这时，咱来共读上帝的话。圣经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，第2个是14节到23节。咱就话后壁面有吼，我先念第7章第1节到第8节。有法利赛人甲几若个经学士聚集就近耶稣，因是对耶路撒冷来，也捌看见伊的学生中有个用俗手伫食，就是袂有洗的手，因为法利赛人甲正犹太人拢是古籍古早的人流传。若无出力洗伊的手，就无食。对鸡翅倒来，伊无洗也无食。因所收来即手的也有济项，亲像洗杯、罐、东器遐个。法利赛人甲经学士问伊讲：你的学生无照古早人的流传来行，用俗手来食是怎样？伊甲因讲：以赛亚所参悟指恁假好的人真正对。照所记载讲，即个百姓用喙唇尊敬我，若是因伊的心离开我远远，因敬拜我是空空，因为因用人的命令做教师，来教示人。安尼，恁是放杀上帝的诫命，固执人的流传。第14节到23节。就搁叫众人就近伊，甲因讲：恁拢着听我，来晓悟。见若对人的外面立的，袂会捌垃圾人；独独对人内面出的，遮个就是捌垃圾人。耶稣离开众人，入厝，伊的学生将即个比喻问伊，伊就甲因讲：恁也安尼袂晓悟吗？敢毋知若对外面立直的，袂会捌垃圾人，因为毋是立伊的心，就是立伊的腹肚，来放伫册池。伊讲安尼，是互逐项的食糜拢清气。佫讲，对人的内面出的，就是捌垃圾人，因为对内面就是对人的心，出遮的歹念头、私通、偷摕、杀人、奸淫、贪心、行恶、奸诈、好色、歹目、诽谤、骄傲、猖狂，凡那遮的歹，拢是内面出，也捌垃圾人。正道，咱请新学生陈志生所要讲的题目是：伊对内面出来的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即马安尼看落去，有几啊人有挂嘴烟。请问各位，你敢有挂嘴烟的习惯？我就想要甲你访问一下，为虾米有人在举手无？为虾米你今仔日会挂嘴烟？通常拢无人讲好，请保护家己，保护别人，是。好，感谢，真感谢。安尼公平，我嘛要问一个无挂嘴烟的，你会使甲阮分享一下，为虾米你今仔日出门无挂嘴烟？无方便，是安全。哦，即马袂传染，安全啦，无方便，安全，这是两种无共款的原因。毋知你即摆出门坐公车，坐捷运，还是讲去病院、去人济所在，你敢袂讲挂嘴烟吗？病院就会，看起来无安全吼。相信大家应该真对几啊年以前，这袂当聚会、袂当出门，
甚至是随时爱去买喙罨、挂喙罨的日子，印象阁真深。迄时挂喙罨是规定，无遵守会互罚钱。然后疫情慢慢过去，本来出门爱挂喙罨的即个规定，就转变做建议。若是无遵守，也袂安怎。现在挂喙罨基本上是个人的选择，是个人的习惯。有人已经习惯出门就是爱挂喙罨，嘛有人我啦去病院嘛袂挂喙罨。咱知影挂喙罨有一个目的，拄则咱有人有讲，基本上就是保护家己甲别人，而且这是真简单、真方便的一种的方式，是真适合每一人的方法。所以咱会当讲，对目的甲手段来看，这个挂喙罨是一个真好的规定，真好的选择。不过后来咱嘛知影，挂喙罨嘛有真侪无好的效果，就是拄则有人有讲的，无方便啊。特别是迄时疫情拄严重的时，热天拄烧热的时，挂喙罨是非常的无爽快。有人的皮肤嘛起了过敏的反应。若是你是做工做事人，挂喙罨真拖磨，真折磨。对耳孔听袂到的人来讲，伊是看水会形来甲人沟通的，所以挂喙罨基本上互因无法度生活。挂喙罨这个咧，互人会当看见一件看起来是真好，实际上嘛是真好，发挥真好效果的代志，其实嘛有真侪无好的影响。好甲无好两边是同时存在的。问题是，咱是毋是常常只有看到好的一面，也是讲咱看袂到即个好的代志的另外一边是啥物？挂喙罨是安尼，咱的信用可能嘛是安尼。今仔日咱会当借着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23节的经文，做伙来思考人所认为的好、所习惯的方式。敢真正是好吗？是对象好呢？耶稣阁是安怎来看待迄个对人是好的习惯的方式？耶稣定义的到底是啥物？伫讲道的大声，请咱先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主，阮感谢你，伊引带阮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你。求主你即时甲阮伫地，帮助阮，对阮讲话，也帮助阮听你要对阮所讲的话。祈祷感谢是奉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若是你对福音书有了解，可能你会对法利赛人有一个较无好的印象，因为通常遮个人常常甲耶稣起冲突，计谋杀害耶稣。不过，今仔日我邀请大家会使先放下这个印象，看经文本身是安怎来看待法利赛人，可能会看出淡薄仔无共款的所在。咱来看今仔日经文第7章第1节到第2节，经文有描写有法利赛人对天下家对耶路撒冷来找耶稣，然后经文讲，因看见耶稣的门徒有人用无清气的手，就是用无洗的手食饭。无洗的手食饭是一件重要的问题吗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为虾米这是一件必须爱写出来的代志？若是一件真普通的代志，比如讲，即摆你有看见有人无挂喙罨就出门，你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啊。若是你家己问讲，嘿，为虾米你无挂喙罨就出门？伊可能就看你讲，这是啥物奇怪的问题？啊，就个人的自由啊。所以，无洗手就食饭，爱真做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亲像是无用卫生纸擦脚趾，
在地这是所有人拢知影、拢同意爱去做的代志，这问题才会成立。所以，为了要互读的人会当清楚明白意思，经文就补充，咱会当看经文第7章第30到第40。我邀请大家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洗杯换红皮下的，好，感谢。安尼，读的人就当明白，重点是啥物？重点毋是无洗手就食饭，重点是无照法度接受祖先的传统。所以拄则咱读到第4节，所以法利赛人的人甲经学士就问耶稣：是安怎你的门徒用无清气的手食饭？违反祖先的传统，咱就当知影，法利赛人问耶稣这个问题，期待耶稣爱回应的重点是耶稣的学生为虾米毋免照祖先的传统来行？为虾米呢？所以刷落来，咱就会当来问：安尼虾米是祖先的传统？伫出埃及记30章18节到21节。我来念互大家听。阿伦甲伊的囝要伫遐洗手、洗骹、引入会幕，也是我伫坛前互师献用火烧的祭味，互上主的时，就用水洗，才免死。因着安尼洗手、洗骹，才免死。这要做阿伦甲伊的后代，世世代代永远的规律。原来法利赛人是将即个祭司献祭的礼仪，伊执行职务爱正经爱洗手洗骹的这个规定，用伫其他毋是祭司的人，用伫其他以色列人。为虾米呢？简单来讲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法利赛人非常强调出埃及记所讲。恁是受伫我，是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民。即句话，所以伊认为，若是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，安尼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，就爱甲祭司共款圣洁、清洁、清气。所有用伫祭司的律法，伫每一个以色列百姓。嘛爱照即种的律法的精神来遵守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，因为法利赛人有一个理想，拄则咱有讲，伊是祭司嘛，但是即摆以色列人毋是祭司，安尼律法无法度安尼规头安尼搬落来，爱有看解释，爱有条件。所以伊的理想是啥物？伊就讲，伫圣殿外口伫食物件的时阵。嘛爱维持甲圣殿内底同款的清气。对法利赛人来讲，食饭是真重要的代志，是真神圣的代志。迄个程度，当啊亲像祭司伫圣殿内底献祭同款。换句话来讲，清气这件代志，对法利赛人来讲是宗教的意义，较毋是卫生的意义。以上这2个原因，互法利赛人成做一个注重洗手、清洗的传统，就是经文伫第4节所讲，拄则咱有读过。实际上，引用这个传统来分别，啥物人是甲因同一个的，啥物人毋是。啥物意思？同一个的意思就是会当甲因做伙同一道。食饭，这真好理解，因为愿意遵守这传统的人，表示因常常洗家己的手，表示啥物？伊是一个注重家己
宗教上清洁的人，甲因同一道食饭，袂互因你家己摸着伊，你嘛变做无清气的人。同一道食饭，所以阮若当时伸手去摸啥物食物，你嘛袂因为你甲伊当时做这个动作，你甲伊嘛变做无清气的人，因为你知这规桌顶的人拢是清气的人，这真重要，这是讲一个的意思。所以对安尼看，咱有当看到啥物呢？法利赛人是因为无聊，所以发明这个传统吗？法利赛人是因为无知，所以才有这个规定吗？法利赛人是因为对上帝无忠心，所以超工歪曲上帝的律法吗？我是毋知各位看到的答案是啥物。有定小等礼拜了后，你会当来甲我分享。我看到的是一群真爱主、对上帝的律法真有兴趣，嘛真关心百姓要安怎伫复杂、充满信仰冲突的环境中来实践上帝律法的人。这个人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摩西的律法，互以色列人伫灭国无家己的国家，互殖民伫外来罗马帝国的统治的地下，会当维持因家己的身份。互遮以色列人会因为互罗马人统治，就变做罗马人。安尼看起来，这是真好的目的，是保护，敢有是吗？对外面对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对内面对以色列人圣洁的子民的身份，法利赛人用家己的方式，行出一条想要通往上帝的道路。在座的你甲我呢，毋知影咱每一人现在的生活是啥物？有面对啥物压力吗？咱的家庭、咱的工作、咱的健康、咱即摆的人生，会互你伫压力当中想办法来掠条上帝的话，用各种的方式来实践，将上帝的话伫每一天活出来吗？就亲像法利赛人共款，到洗手、食饭，安尼自然的程度。也是讲，这压力会互咱会渐渐袂记家己的身份。若是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会讲我无办法，因为人非常的软弱、现实。咱对上帝忠心的程度，常常是决定生活是毋是平顺，是毋是照咱的想法。所以，耶稣就随时指出法利赛人的问题，伫经文第7章第60到第70，请咱做伙来读经文第7章第60到第70，请。所讲的只许好的人，真正着照所记载讲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若是因的心离开我远，因敬拜我是空空，因为因用人的命令做教示来教示人。耶稣讲话非常的直接，非常的重，毋是吗？对一心想要追求圣洁的法利赛人，耶稣当伊的面，讲伊是假好的人，假好的人。这个词伫希腊文本身有演员的意思，伫名句下骹讲话意思。名句我查过有一种讲法是小鬼仔卡，小鬼仔卡，伫这小鬼仔卡下骹讲话意思，演员的意思。
表示啥物？首先，演员毋是骗子，骗子知影家己所讲的、所做的毋是真的，伊袂去相信家己所做的、所讲的，所以骗子需要别人来相信因。甲骗子比起来，演员必须爱相信家己所做的、所讲的是真的。演员需要骗家己，互看表演的人会当讲：哇，演甲真好，毋是讲真好骗。第二，演员是工课，伫别人面前表演是演员所做的代志。演员演出的是所做的代志，伊所讲的话，伊的情绪，拢毋是代表伊本身即个人。演员是照剧本来行动的，演员是相信伊所演出的剧本，迄个表演的本身，才会做出才会表演。所以当伊表演结束了后，伊拄仔所表演遐物件，拢已经过去啊，拢毋再是伊所要相信的。演员会变一个人，变转去伊本来迄个人。所以，照着演员这个词，法利赛人所做的一切，伫耶稣的面前看来，不过是因相信家己的物件尔定。法利赛人活伫家己所创造的剧本内底，虽然照这个剧本来看，因是一群真认真读上帝的律法、教导律法的人，伊嘛相信。保持清气，会当互家己甲上帝搁较活，搁较亲近。但是，这一切拢是因家己所创造的剧本尔定。上帝根本就无临这个剧本，上帝根本就无伫这个剧本内底。咱的译本翻译做敬拜我是空空，别的译本是讲拢无采工。拢无采工。本来法利赛人用家己的方式，行出一条想要通往上帝的道路。现在无想到，这条路到尾根本无通往上帝，而且家己阁毋知影。法利赛人用家己互家己创造出来的剧本骗去。无法度脱离演员，我有一种的感觉。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应，其实嘛亲像伫回应今仔日的教会。教会所做的代志，一开始拢是好的，为了服务社会，为了行出甲即个世界统治者无共款的作为，来见证上帝。这看起来拢是真好。不过，所要做的工愈来愈多，爱服务的人嘛愈来愈多，爱管理，爱有大种的规矩传统，参加教会嘛渐渐变做人的习惯传统，甚至用这来决定谁会当甲人同制度是同一个。耶稣所讲的，就是这种的现象。人所做本来真好的一切，毋那愈来愈无好，甚至带来完全无共的效果。人认为真好敬拜上帝的方式，其实是离开上帝远远。问题是，今仔日的教会敢知影家己伫搬戏吗？因为今仔日的教会所做一切事工，就是有一套固定的剧本、固定的传统，所以就照这个模式固定的去做。但是，若是教会安尼继续做落去，亲像代代法利赛人将这个传统传落来，毋知影是毋是分袂清楚家己所做的工，到底是互人甲家己搁较离开上帝搁较近，也是愈来愈远。就是经文所讲，你若是注意来看，第60的最后一句，
伊是讲因的心离开我远远，搁加两个字远远。安尼问题要安怎解决呢？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毋免照法度来守祖先的传统呢？拄则咱有看到第6节，耶稣有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，其中有提到，这个子民有嘴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。然后第14节到15节，当门徒问耶稣讲，这个比喻有啥物意思的时阵，耶稣伫19节就讲，因为对外面离去的，毋是离去人的心内。然后伫20节到23节，佫继续的鼓励讲真济，列出真济代志。对人内底出来的，才会互人无清气，因为对人内底出来的，就是对人的心出来的。然后举13个，然后讲这个一切事、邪恶的事，拢是对内底出来的，这才会互人无清气。所以，那对经文来看，耶稣的重点真简单，就是一个字：心。心。心这个词，伫马可福音出现11摆，其中3摆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，而且佫有8摆，拢是对耶稣的嘴所讲出来的。我念几句，互大家听看卖，是怎样？恁的心伫质问这个代志，恁竟无了解，竟无明白，恁的心竟会遐尼钝。摩西是因为恁的心硬，才写这个诫命互恁。然后佫有一句大家真熟的，恁着专心、专意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。佫有2摆是马可的评论，讲耶稣为着因的用心忧伤。佫有一句，因为因无明白本这个饼的意义，心忧真钝。心对马可福音来讲非常的重要，但是问题毋是是毋是有心尔定，因为拄则咱有讲过，法利赛人是有心的，而且是对摩西的律法真用心的。所以，更较重要的问题是，人的心所带来这个影响。经文伫21节到23节列出13个词，然后佫用一切邪恶的事来指以上这13个词，讲这一切邪恶事拢是对内底出来，这才会互人无清气。所以，相信咱毋免伫遮解释这13个词，咱当知影，对心、对人内底出来这邪恶的事，是会当互人达种的痛苦的。也毋是上帝所欢喜看到的。换句话来讲，人的心所带来影响，就是在地会当带人去倒位，是愈来愈远近上帝，也是愈来愈离开上帝远远。实际上，我认为今仔的经文，互咱每一个人看见的，拄好就是人的心会当直接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甲耶稣同坐道。拄则咱有讲过，法利赛人用传统、用洗手的规矩来分别家己甲别人，因只有甲家己人食饭，甲因同款会洗手的人食饭，甲因做同一个的人，看出对这个人内底出来的物件是啥物？但是耶稣的选择呢？耶稣是选择啥物？是甲无清气的耶稣，无清气的门徒同坐道。耶稣毋是等人的心变做清气，才甲伊同坐道。耶稣是完全无敌意
甲伊做伙食饭的门徒，到底是毋是清气的人？而且毋是食一顿饭，食了就煞。咱甚至会当讲，耶稣是知影这个世界充满各种的歹念头、疏通、饕餮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放纵、妄图、诽谤、骄傲，不要分别是非，这一切代志，然后耶稣伊选择是来到这个世界，甲人做伙住30年。耶稣毋是因为咱的人的邪恶，就甲人分开，挂伊的喙罨，保护伊家己，无爱甲咱同一国。耶稣是连结，是陪伴。耶稣是互家己受这一切社会事的影响，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一个交出伊家己的性命。然后顶礼拜，咱有耶稣的告白，耶稣对死告白，互咱看见原来目前一切社会的事，毋是剧本最后的结局。人会当用伊的心，伫这宗教的礼仪规矩外口，做无共款的选择，行一条同上帝的路。耶稣用伊的性命来显明伊的国度是欢迎什么人，这就是耶稣的心。毋知影在座各位，你有看见迄个对耶稣的心内底出来的迄个物件是啥物吗？迄个物件会当成做你的性命，你每一天的生活行动的理由吗？我想，这就是耶稣所讲，毋免受祖先的法度，祖先的传统的回答。最后，咱会当讲，人的心是自由的，而且影响嘛非常的大，敢毋是吗？伫讲道的一开始，咱有提到挂喙罨这个对立的意义，伊是一种的保护，嘛是一种的限制。伫讲道的最后，咱嘛会当用挂喙罨来反省，来思考今仔日的经文。你的心会当互你做出真侪选择，无论是伫你的工课，伫你的父母囝儿每一日的生活，你会做这个代志，讲这个话，也是讲无做这个代志，无讲遐个话，是因为规定、习惯，也是一种自由的使用。若是今仔日爱你甲某一个人食饭，某一个甲你无共国的人做伙食饭，对你的心所出来的迄个选择是啥物呢？请咱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对阮讲话，帮助阮看见你的心，你的心意是啥物？求主你继续帮助阮，帮助阮的心，愿意做出无共款的选择，选择甲主你同制度，就是甲主你嘛选择甲阮同制度共款。祈祷感谢是奉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诗，信息第201首，信息第201首。救主听痛的声，会众请起立来因转首。救主听痛的声，我
请坐，奉献，咱请服侍的同工。奉献是咱回应上帝恩典的时刻，就照家己对信心的感动来奉献。会众请起立。请坐。公道，咱做伙来看大道的事项。教会意向：新传正信徒万民该祭司，读经祈祷，卫生服侍，彼此相挺。第一项，感谢耶稣基督是家上的救恩赦免阮的罪，洁净阮的心，愿阮拢会当用清气的行为来回应。第二个，为着基体，沈淑慧、陈丽水、赖清光、黄仁和、林春枝、杨若琳、陈秀荣、黄世明、林以诺、杨志坚、李雅娜、陈怡君，还有顾城王兰。第三项，为着4月11、12青色团契退休会平安顺利，愿主保守坚定因对主的爱，教养孩童行正当的道。第四项，为着中东俄乌战争，愿世人转离家己的寒慢，单单仰望上帝的怜悯甲慈爱、公义甲和平。咱做伙来祈祷。
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甘心开声，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祷，求主帮助因，透过祈祷来互因的心灵得到平安。嘛求主透过医生的手，甲所开的药仔，来减轻因身体的病痛，而且来渐渐的好起来。主啊，我嘛为着青色团契来祈祷，求主互因在外口一切拢会当得到平安甲顺利。我嘛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，求主会当安慰因为战争失去的亲人的家庭，互因的心灵会当得到平安。而且，互即个战争会当来赶紧的来结束。即时，我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莫伫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教会消息，本主任两位牧师对参与青色团契2天1暝的退休会，感谢陈志生神学士所传来的信息，愿主赐福因带伊甲伊的全家。第二项，第二季4月到6月服侍班表已经搭伫公布栏吼，到各团契内群组，然后需要纸本的兄弟姊妹，咱到1楼的招待处遐家己来摕。团契消息，4月11、12拜6礼拜，就是昨昏到今仔日哦，其实团契退休会一队30人吼，那地点是新德关西。第二项，4月17拜5上午10点，上年团契聚会伫教会4楼来练歌。第三项，4月25拜6下晡3点，妇女团契聚会，主题是心灵课程，主理是蔡文峰关怀师。集体消息，陈婉兰姊妹于第4月8号安息主怀，享年99岁。愿主安慰伊族，个别礼拜定咧4月21号拜2上午的11点，伫二滨怀爱馆景仰路至美2厅举行。火化了后，安葬咧阳明山家族的墓园。然后要参加个别礼拜的兄弟姊妹，请到1楼来登记。奉献明细，咱家己来看。若有漏交，也是错误的，甲向干事，也是财务同工来反映。属营信息第515首，信息第515首，至信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会众请起立。
天父上帝的荣光，耶稣基督的疼，信心的相通、感动，甲正大家三家做伙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六道避讳。